卫福部明年是要推出中度以上失智的人转出失智据点的新制度。不过，失智症协会是认为讲，换环境对失智的人来讲是真歹适应。不过，另外某一个联盟是认为讲，若是失智退化到中度以上，确实就要转去日间照顾中心，和专业的医护人员来照顾。这民间的看法是无相共。这是住伫社区的失智据点参加课程做伙运动，透过互相交流来减慢失智退化的速度。全台湾目前的失智症人口大约有35万人，其中大约有17万人属于轻度、极轻度。卫福部表示，人口老化、失智人口持续在增加，唔则决定要加强失智据点的量能，规划分流的服务，鼓励中度个案对据点转去日照中心。如果说他的失能程度或失智程度变得更严重，其实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分流照顾跟依着病程变化的改变，我们认为说它可能更适合有专责的专业照顾人力。卫福部表示，对114年开始会调整制度，中度失智、中度失能个案需要对免费的失智据点转出去。建议转去日照中心，不过失智症协会就表示讲，真侪个案希望踮伫熟悉的环境，若是转换环境，对失智者来讲真歹适应。这个据点呢，离他家很近，可及性比较强，而且他也是比较熟悉。如果要在新熟悉一个地方，对他们来讲很困难，或是转不到日间照顾中心来去接受服务。对，有很多不同样的需求跟样貌的家庭来讲的话，对他们来讲，这一个政策会冲击到他们目前的生活安排。燕乐长照76联盟是表示，失智失能若是愈严重到中度以上，就会开始情绪无稳定、行动无方便。不过社区的失智据点是以认知促进的课程为主，无进一步的设施跟医术人员。任何真正长辈，你换任何一个环境都需要适应期。长辈到了这个程度，应该要到日间照顾中心去接受到更安全、更好的照顾了。针对114年失智照护计划的调整规划，对未少厝内有失智患者的家庭来讲是一个挑战。目前也有无同的声音。卫福部表示，要安怎帮助中度失智失能的个案转去日照中心适应，未来研议相关办法辅导，也会加强宣导，让民众了解无同失智程度需要的照顾模式，并且提供转换的时间。记者张家嘅王兴忠台北报道。